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分享啊2道很简单的这个料理哦，一荤一素啊。我们知道现在吃素的人口呢越来越多哦，那很多观众朋友很希望知道呢，素食不要说只是青菜而已，那青菜也有很多的变化哦。我们请来的是一位非常年轻哦，未来的这个明日之星哦，就是林胜志，跟观众朋友问个好吧。中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下一道的酪梨沙拉，那我们也可以先开始来做。我们这酪梨会选用那个比较软一点的，因为做沙拉，如果选硬的话，它比较不好捣成泥这样子。那我们酪梨分成2个，一个要做成泥的。好，这个酪梨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牛油果哈。这个 avocado 呢，我们在选的时候呢，你看它的外皮，如果颜色都已经转成黑色了，就是已经可以吃了。千万不要去选酪梨的时候去跟人家捏。结果我记得我第一次到荷兰的时候呢，我就是顺手把那个苹果拿来一看而已哦，对方就拿一个棍子就把我的手就敲下去了，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行为啊！不是他敲我是不好的行为，是我去拿来看，这个在欧洲是不被允许的哦，你只能用手指，我要这个苹果啦，或者我要这个酪梨，绝对不能拿手去摸。在美国是很好啦，我们超级市场都可以这样子摸，但是呢，就是我们也要有这个公德心啊，千万不要去跟人家捏。你用外观来看，这个酪梨的皮，像刚刚甚至带来这一颗已经黑的，就已经可以吃了。那如果说它还是绿的话，你可能要回去呢，不要放冰箱，你放在室温呢，大概几天之后，颜色呈现这个黑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它打开来食用哦。甚至你这么专心的在做，你刚刚不是要跟我们观众说，这个我们这个酪梨买回来呢，如果说怕它很容易就氧化嘛，对，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持它不要这样好像伤痕累累的样子？我们会就是把它放在保鲜袋里面，然后再把它放冰箱。那像如果我们这个酪梨它是有季节性的，那如果像因为最近可能酪梨的产量比较没有，都是仰赖进口。那如果想要吃酪梨的话，我们会也是放保鲜袋，然后把酪梨切成这种形状之后，然后放冷冻库。那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退冰就可以吃了。那我们会切一点洋葱，那我们可以加一点蒜头做调味。所以吃素的人呢，可能就不能加这个蒜头啦。好。我曾经在日本看到，我说不晓得我要怎么进去这个餐厅啊，因为它的素食的叫做精进料理，结果一进去发现他们蒜头也吃这个他们就是不吃动物身上出来的东西，所以牛他们不是这个牛奶他们是不用的，这个奶油他们就不用了，他就特别强调。有些人会吃五星素啊，五星素就是有蒜头跟洋葱。对啊，这样其实味道也会有差啦，爆香料的。我倒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蒜头做在沙拉里面，对，它有提味的一个效果。这个比较像韩国人嘛，他们吃那个蒜头都一粒一粒这样吃，辣椒也是这样子咬啊，也可以抗癌。那我们把这些料都切碎之后，放到盆子里面，等下跟酪梨一起搅拌。切一点辣椒，让它的颜色丰富一点。所以说，吃素的这个朋友啊，我曾经记得我很多年前去云南啊，那时候跟一对夫妻他们是吃素，我们就讲好吧，那就反正只有我们4个人嘛，那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吃素啊。结果这个在内陆啊，真的很可爱。我们要求他的那个素食餐呢，你猜都给我们准备什么？我吃了半个月，最后我跑到司机的那里说我今天不吃素了。为什么？一上去全部都是菜，连豆腐都没有。他们认为你吃素就是夹菜啊，就吃菜啊。所以就是高丽菜、菠菜啊、空心菜啊，全部都是菜类，连豆腐、豆类、豆芽都没有，都是绿的这样子一桌，然后连汤都是那个白菜汤。那我们可以把它捣碎。当然，如果我们有食物调理机，也可以稍微拌一下哦。
但是如果要有一些颗粒的这个口感的话呢，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啊，用这个搅拌器呢稍微把它压一下就好了。好，我们可以开始做调味。胡椒粒。好，我们这个酪梨的沙拉就完成。那我们可以开始切一些配料。哇，这样吃进好多的蔬菜哦。对啊。哦，而且色香味俱全。对，现在番茄也长得，你看这个绿色的番茄哦，很多人都说绿色番茄不能吃，但是它这个品种就是绿色的。哦，那还有黑紫色的番茄。好，那我们可以加点美乃滋进来。如果呢不喜欢美乃滋，像我是不喜欢美乃滋，我们可以用优格吧。你可以用优格或酸奶。好，那我们这个搅拌好的酪梨沙拉，我们可以放模型、放模具进去。让它比较立体。其实就是做料理了，我们一直在跟观众朋友分享的，就是这个细节的部分。好，你找一个这个模具把它装进来呢，跟你就说哦这样子一盘放到那个这个餐盘里面呢，其实真的很不一样哦。所以说观众朋友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我们还是希望呢做这么好吃的料理呢，你还是要花一点，就是在最后这个步骤上面呢，千万不要省略掉哈。可以放上我们的生菜，还有我们的配料。哇，这好可爱！这是什么？这个是红苋菜，红苋苗。哦，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红苋菜，它的苗。它的苗。哇，人真的好聪明哦，用这个红苋菜哈来当做这个装饰，而且这种芽菜类它的营养成分也很高，对不对？对。这个其实长得就很像苋菜啦，对不对？对。只是它是缩小版的。对，它是迷你的。那这个上面，它这个是山萝卜的苗。哇，那个长得好浪漫哦，它的苗这样很像发丝一样哦。对啊。你说那是什么？山萝卜。哦。那我们这个是洛神花的酱，我们可以放旁边做一个搭配。哇，我真的都流口水了！你看这样子一个小小的这个沙拉里面有多少的东西啊？这么多的东西，大概吃了快20样。好吧，那个已经摆那么漂亮了，我就不要试吃了。我来吃看看这个酪梨，因为我实在太喜欢吃酪梨了。我本来以为说，会吃到很辣的那个，刚刚那个洋葱跟蒜头的味道，可是却非常的。就是融合在一起哦，没有那种很呛让你不舒服、不想吃的这个味道哦。我觉得甚至非常年轻啊，但是它可以调出这个味道哦。年轻的这个主厨呢，帮我们带来呢这么棒的这个料理哦，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下次有机会，希望甚至再来跟观众朋友分享更美味的这个料理。甚至谢谢厨娘。